你試過一次旅行可以見到世界上最燦爛嘅顏色同最純粹嘅笑容嗎？第一站，世界第一高橋，企喺離地625米嘅橋面，感受咩叫天際漫步，跟住衝入1年只開放1次嘅地球彩帶，不折百里杜鵑，漫山遍野姹紫嫣紅，再潛入神秘嘅地心博物館，睇光如何喚醒億萬年嘅溶洞。今次旅程最精彩嘅部分唔止風景，我哋會走入全球最大嘅茶海，將呢份綠色嘅能量帶返屋企，仲會探訪當地嘅學校，捐贈物資親手交到小朋友手上。一次探訪可能就成為佢哋望向世界嘅一扇窗。我哋會去到西南小烏鎮烏江寨，坐烏篷船睇無人機表演。呢度嘅每一晚都似住進水墨畫裏面。全程高鐵往返，入住星級酒店，純玩無購物。我哋安排好一切，貝兒遊世界第5站一齊出發。今次精彩復活節假期，為自己收藏一片花海，為佢哋送上一份溫暖。立即報名，同我哋一齊出發啦！